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气温有较降低。东半部地区水气嘛有较高，不过明仔载日时开始，大部分的地区又会恢复做出日烧热的天气。到拜六又有一波方面的报道要变天。感受几日天烧热的天气了后，拜二的温度有较低，尤其北部地区感受上明显。气象署表示，这波东北季风会一直影响到拜四，上寒的时间预估是拜二暗到拜三透早。拜三日时，除了东部地区的云较高淡薄，其他的地区基本上拢晒得到日头，温度会感觉较烧热一丝丝啦。北部我们可以反而发现在明天白天的高温会比今天回升一些，是比较舒适的。但花东地区因为云多短暂降雨，所以明天的高温会比今天再下降个3、4度左右。而星期四白天开始，渐渐的我们的温度就回升了。气象署表示，拜四的天气会较烧热较翕。不过拜六的时阵，北边会有另外一波的锋面，所以为拜六开始，一直到后礼拜一的天气，佫会变甲真无稳定。预估这种锋面在我们北部海面滞留可能会有好几天。那当然，从锋面在北部海面看起来，我们在后半期都还属于锋面南边，而锋面上的水汽带可能会影响我们天气，所以天气在后半周是不太稳定的。气象署提醒，这阵的天气是愈来愈无稳定，所以刷落来北边方面的强度、结构、影响的范围等等状况，气象署会阁继续观察。另外，清明嘛得要到啊，若是有要伫拜六礼拜提早备忘的民众，就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